大家好，我哋學校一向提供多元化嘅課外活動，達至校長剛才所講嘅讀得、玩得、好品德。因為我哋有一個信念，就係每一個學生都有佢哋嘅獨特性同埋潛能，係要透過多元化嘅課外活動呢，先可以俾到唔同嘅同學發揮潛能。我哋亦都會貼合本年度嘅學校目標，提供適合嘅課外活動，令到學生拓闊見識、關愛他人同埋找到志向。跟住我會講下我哋點樣透過多元嘅活動去實踐以上嘅信念。本校嘅課外活動主要包括以下幾項，我哋有社際活動啦、學會活動啦、音樂活動等等。社際活動每年學校都會舉辦唔同嘅社際活動，例如有運動比賽、有需要學科知識嘅比賽等等。社際嘅比賽同時加深咗唔同年級學生嘅縱向交流，亦都可以傳承社嘅精神。學校設立咗唔同嘅學會俾同學參加，配合同學唔同嘅興趣，大約可以分為4類。我哋有學術性嘅學會，我哋有服務性嘅團體，例如童軍同埋聖約翰救傷隊。隊員要喺學校嘅大型活動當值，服務學校。我哋亦都有唔同嘅興趣小組，特別想提到一啲新嘅學會，例如係電影學會、詩藝學會，係由同學自發創立。可見學生對於分享、鑽研興趣嘅強烈目標，亦都增加對學會同埋學校嘅歸屬感。我哋仲有唔同嘅體育學會，咁我喺呢度呢，就唔一一羅列啦。喺參加唔同類型嘅社際同埋學會活動，除咗培養學生嘅多元興趣之外，能夠認識其他級別嘅同學，可以廣闊自己嘅社交圈子。音樂方面，本校有管弦樂團同埋合唱團，可以俾同學有機會欣賞美好嘅音樂，亦都誘發同學嘅音樂才華。學校嘅管弦樂團同埋合唱團經常喺唔同嘅場合表演，亦都曾經遠赴馬來西亞進行音樂交流。稍後各位嘉賓可以去到操場欣賞精彩嘅表演。上學年開始，學校舉行咗1人1藝術計劃，對象為中1同埋中2嘅學生，希望同學可以用2個學年豐富自己喺視覺藝術、舞蹈同埋音樂嘅造詣。同學可以選擇參加由學校安排嘅藝術課程，或者喺校外參加有關嘅藝術課程。我哋亦都希望同學學有所成，能夠展現佢哋2年嚟嘅學習成果。課外活動仲有一個好重要嘅功能，就係培養學生嘅共通能力同埋領導才能。當同學去到中4、中5嘅時候，我哋就會推薦部分嘅同學參加唔同類型嘅領袖訓練。其中一個就係兆堅飛躍領袖訓練計劃。學會嘅主席、社長、校園電視台嘅委員、學生會嘅幹事、體育聯盟嘅同學會參加歷期同埋工作坊。佢哋學懂點樣先檢討後規劃嘅形式去舉辦活動，又會有參加歷期訓練嘅機會，藉住歷期活動挑戰自我、提升自信、訓練領導同埋合作才能。今年已經係領袖訓練計劃嘅第5年。上一年我哋有幸衝出學校，舉行聯校領袖訓練活動，等領袖們可以互相學習。另外我都想提下呢，我哋有一個新嘅 TSK Explorers Program。呢一個計劃呢，係會舉行學會以外嘅興趣班，例如有西洋書法班、人像漫畫班、高爾夫球班、音頻控制媒體工作坊，以及機甲大師工作坊等等，進一步發掘學生唔同嘅潛能，希望令學生成為一個主動嘅知識探索者。我哋都好重視同學嘅正確價值觀，所以會透過服務學習去培養佢哋嘅關愛精神。我哋鼓勵同學多做義工，關心社會，做一個有責任嘅公民。課外活動又豈止局限於香港，我哋鼓勵學生參加交流團。同學曾經遠赴日本，
德國、意大利、台灣等等。唔同嘅校隊亦都去過台灣、曼谷、四川做訓練同埋參加友誼賽。近年除咗公社科嘅內地交流團之外，同學都去咗愛爾蘭、新加坡、杜拜等地方。遊學令到學生有機會體驗當地嘅文化，開拓佢哋嘅世界觀，亦都提供咗跨越書本界限嘅學習機會。經過頭先嘅簡介之後，希望大家明白我哋嘅信念。你哋嘅子女喺鄧肇堅中學可以有唔同嘅舞台去展現才能，有接觸多元興趣嘅機會，同埋多姿多彩嘅校園生活。多謝大家。